聖經經卷作者簡介：所羅門王係以色列歷史上最富傳奇色彩嘅君王之一，佢嘅生平充滿榮耀同遺憾，佢嘅著作則成為後世寶貴嘅屬靈遺產，為信徒提供深刻嘅信仰反思。所羅門登基初期展現出非凡嘅治國能力，佢喺夢中向神祈求智慧，而非長壽或財富。呢份謙卑嘅心蒙神喜悅，使佢不僅得到智慧，仲獲賜富足同尊榮。佢以智慧聞名天下，最著名嘅例子就係兩婦人爭嬰孩嘅判決，憑藉洞察人心嘅智慧作出公正裁決，令到百姓敬畏。喺佢統治下，以色列國力達到巔峰，版圖擴張，商業貿易蓬勃發展。佢同推羅王希蘭合作，建立海上貿易船隊，為國家帶嚟巨大財富。佢仲完成父親大衛嘅心願，耗時7年建造宏偉嘅耶路撒冷聖殿，成為以色列人信仰嘅中心。呢座聖殿金碧輝煌，象徵住神同佢子民嘅同在。佢又用咗13年嘅時間建造豪華嘅皇宮，彰顯國家嘅強盛同繁榮。然而，隨住權力同財富嘅增長，所羅門逐漸偏離正道。為咗鞏固政治勢力，佢娶咗好多外邦女子為妃嬪，包括法老嘅女兒。呢啲異國嘅妃嬪帶嚟咗各自嘅宗教信仰，誘惑所羅門隨從佢哋拜祭偶像。佢喺耶路撒冷周圍嘅山上為摩洛、亞斯他錄呢啲外邦神明建造祭壇，公然違背神嘅誡命。唔單止係咁，佢大興土木，加重百姓嘅勞役負擔，導致民怨沸騰，為日後王國分裂埋下禍根。神因佢嘅背棄而發怒，預言以色列國將喺佢死後分裂為二。曾經輝煌嘅統治，最終因靈性嘅墮落而蒙上陰影。值得慶幸嘅係，所羅門晚年似乎有所醒悟。傳統認為佢寫咗傳道書，深刻反思人生嘅虛空同意義。佢坦誠自己追求智慧、享樂、財富同權力嘅過程中，發現呢一切都不過係捕風，無法帶嚟真正嘅滿足。最終佢得出嘅結論係敬畏神，謹守佢嘅誡命，就係人所當盡嘅本分。呢番話或許正係佢對自己一生嘅懺悔同總結。此外，佢仲留低箴言同雅歌呢啲不朽著作。箴言累集咗數千句智慧格言，教導人點樣過敬虔明智嘅生活，強調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。雅歌則以優美嘅詩歌描寫愛情。猶太傳統視佢為象徵神同佢子民之間愛嘅關係，而基督教會亦常以此比喻基督同教會嘅連結。所羅門嘅一生帶俾後世深刻嘅屬靈教訓。首先，智慧若不以敬畏神為根基，終會係徒勞無功。佢雖然擁有無人能及嘅聰明才智，卻因驕傲同放縱而跌倒，證明知識同靈性並非必然並行。其次，世俗嘅誘惑，無論係權力、財富或者係情慾，都可能成為信仰嘅陷阱。所羅門嘅失敗提醒信徒唔好愛世界同世界上嘅事，因為貪戀世俗嘅必失去屬靈嘅福分。最後，佢嘅晚年反思顯示，無論人曾經多麼偏離正道，只要願意悔改歸回，神嘅信實同憐憫係永不改變。儘管所羅門犯下大錯，神仍守約保留大衛嘅王朝，正正顯明佢嘅恩典超越人嘅過犯。所羅門嘅故事係一個關於蒙恩、驕傲、跌倒同醒悟嘅生命歷程。佢嘅智慧著作至今仍係指引尋求真理嘅人，而佢失敗嘅教訓亦時刻警醒我哋。真正嘅智慧唔在於人嘅聰明，而係在於一生敬畏耶和華、持守信仰嘅純潔同忠心。